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14，诗篇144篇第3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关心；土罪的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照顾。三甲来祈祷，关心照顾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生命主，你阁是赏赐阮活命气息，互阮成做有灵的活人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慈爱的主，是阮的山寨，是阮的关台，是阮的救主，是阮的盾牌，是阮所倚靠的。因为你就是疼阮到安尼的天父。主啊，伫宇宙万物中，阮不过是你所创造的一个。主啊，阮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关心。阮这不过是土粉所做的人算什么？你要是遐尼照顾。主啊，感谢你无看阮做卑微，因为你疼阮到安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来感谢阿罗，关心甲照顾咱的主，伊疼咱到安尼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